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今日喺珠海長隆呢度同大家介紹下關於珠海長隆嘅酒店嚇，因為復活節假期要到啦，可能大家咧要會訂關於長隆嘅酒店。長隆依家有5個酒店嘅嚇，佢分別咧就係企鵝酒店、馬喜酒店、飛船酒店、橫琴灣酒店，還有迎海公寓。咁區分嘅。如果你帶嘅小朋友比較細嘅咧，一定要住企鵝酒店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喺園區呢度出到去酒店行出去酒店咧，只有2分鐘。還有就係、如果擔心小朋友喺現場睇煙花會驚，因為夜晚放煙花會爆啊嘛，所以可以喺酒店房間睇下。但係煙花房先可以喺酒店睇房間嚇。另外一個咧就係馬喜酒店。馬喜酒店咧又唔需要坐車，但係咧馬喜酒店有個不足之處咧就係佢個房間太暗啦，佢係一個4方方嚟㗎。但係馬喜酒店咧比企鵝酒店咧又係平200-300蚊嘅，所以你哋自己睇咯。還有另外3間酒店又點揀咧？一個咧就係飛船酒店。飛船酒店咧以前叫科學酒店，因為之前人少咧又停過一輪，後尾又改咗名。飛船酒店咧就係最新嘅，佢嘅樓頂28樓咧係一個無邊泳池，佢係冇恆溫嘅嚇，即是係冇溫水先啱，但係凍水㗎。你哋都可以住嗰度。飛船酒店有個特色咧就係佢比較通透啊，佢係兩邊對開㗎，所以嘅採光效果係比較好㗎。但係你哋要記住一樣嘢嘅就係、住飛船酒店唔代表可以去飛船樂園嚇，要另外買票㗎。因為感冒啊，所以未好返，所以啲聲有啲沙沙地嚇。咁咧，飛船酒店離海洋王國呢度咧係要坐接送巴士㗎，2分鐘左右嘅距離，每10分鐘一班車。下一個酒店咧就係、如果我哋情侶住邊一間咧？如果情侶咧就住橫琴灣酒店。點解？因為橫琴灣酒店咧，佢係一個5星級嘅標準啊，佢嘅設施係最完善嘅。佢話個水上樂園、恆溫游泳池，還有個健身房等等等等。所以咧，佢每一戶咧都有陽台，住喺橫琴灣酒店都係好舒服嘅。佢依家話個叫火烈鳥房，喺房間度咧可以攞望遠鏡望到落面啲火烈鳥嚇。然後佢戶都係有陽台，係有一部分咧係有海景嘅嚇。咁還有另外一部分咧就係、我冇咩錢，我又想嚟長隆玩，我又住一晚，點算咧？就住迎海公寓啦。迎海公寓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平，真係好平啊！你住迎海公寓比你出面住周邊嘅民宿加門票都要平，佢係長隆嘅。佢有個不足之處咧，就係要坐15分鐘嘅巴士，大概每25分鐘一班車。咁如果就係坐車有咩所謂啫？冇咩所謂嘅，咁你住迎海公寓，迎海公寓就會平啲啦。我每日都會喺呢度直播嘅，但係我哋通常直播咧都攞國語嘅，所以你哋應該都冇時間睇啦。如果需要訂長隆酒店嘅咧，可以揾我訂下。然後呢度有我嘅微信，如果你哋冇微信咧，呢度都有我嘅郵箱，可以 email 俾我再聯繫溝通價錢。還有就係長隆酒店嘅價錢咧係每日會浮動啊，當多人訂佢價錢就會變，所以計劃復活節要過嚟玩嘅香港或者澳門嘅朋友一定要提前預訂嚇。咁我呢視頻就到呢度結束啦嚇。因為我哋平時係攞小紅書同埋抖音直播嘅，YouTube 同埋 TikTok 我哋唔會直播嘅嚇。視頻到呢度結束啦，因為開始遊客逐漸多啦，我哋又入翻去瓊沙館入面直播啦。呢視頻到呢度結束啦嚇，有咩明白隨時留言俾我，拜拜。